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ck 啊。今日咧就唔帶大家睇住宅項目啦。今次咧就會嚟到葵涌睇金朝陽集團旗下嘅 iCity 呢個項目。點解會嚟到呢一度咧？因為發展商咧啱啱 iCity 嘅二期咧推出咗全新嘅價錢單，價錢講緊咧216萬去到285萬，即係講緊咩啊？100蚊嘅印花稅啊！咁今集咧，我哋就會睇下究竟200幾萬買到嘅嘢係點嘅樣呢？聽聞呢度咧，佢層與層之間嘅高度4.2米，另外仲會有埋獨立嘅洗手間，係絕版添㗎啦！而家去睇下先。呢度咧係24小時開放嘅，有時咧一啲創作啊，要去到半夜3更先有靈感嘅話咧，呢度嘅大門咧隨時都為你打開，而且咧仲要係燈火通明添。呢度咧會有獨立自己嘅信箱嘅，咁你知唔知道？如果你係申請一啲專才啦或者 IANG 嘅話咧，呢個信箱一個獨立嘅工作地址咧，可以確實到你業務嘅真確性嘅話咧，係好重要嘅。好啦，上到嚟啦。首先我哋睇嘅呢間咧，建築面積444尺，咁呢度咧層與層之間嘅高度咧，去到4.2米嘅。咁而呢間工作間咧，發展商將會模擬一個皮革工作室嘅概念。咁又睇下皮革工作室係點嘅樣。大家睇下呢個位置，呢度咧個闊度咧去到2.9米嘅。喺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咧，就擺咗張 sofa 啦，對面咧就掛咗一幅掛畫喺呢一度。雖然咧而家擺掛畫，但係我覺得咧，如果擺部電視呢度咧，邀請一啲客人上嚟，咁介紹下你嘅產品啦，或者你嘅工序啦。總之呢個環境咧就好舒服。嚟到呢邊咧，見唔見到呢張工作台啊？就係好多人咧靈感大爆發嘅地方。咁不過咧，呢個都唔係重點，最重要嘅咧就係呢一個，因為呢度咧4.2米層與層之間嘅高度，連接住呢個幾乎接近落地嘅玻璃窗，而且咧呢度隻窗咧其實係可以打開嘅。除咗透光帶嚟精神之外咧，有時唔想開冷氣，想吸下新鮮空氣嘅話咧，打開通下風都幾好嘅。Hello， 咁而下邊咧發展商就做咗一個工作間啦，同埋會客室。上邊呢度咧就做咗一個收納。如果俾著我設計嘅話，我直情咧會用埋呢一個空間，將呢個4.2米呢個高度啊發揮到極致啊，攞嚟擺下衫咧都幾好噶。睇完室內就睇下我身後邊嘅呢一個空間。呢度咧會內置咗一個獨立嘅洗手間。點解喺片頭我會話佢係絕版呢？因為屋宇署喺2018年咧唔再批准861尺以下嘅分間單位咧設有獨立嘅洗手間。iCity 咧係屬於最後一批絕跡㗎啦。如果咧公司會有獨立嘅洗手間咧，就唔需要好似其他項目咁樣，可能會喺出邊就同其他嘅公司嘅人咧去共用洗手間。如果公司會有女同事，咁無論咧衞生或者私隱度咧，都係會滿分嘅。皮革咧未必個個識得整，但係咧咖啡咧唔識沖都可能識得飲。咁大家睇下呢一間咧就係咖啡工作室嘅一個概念啦。咁而呢個位置咧就係有個吧台位置啦，可以睇下書、飲下咖啡，咁樣喺呢個位，咁啊享受一下、放鬆一下。而今次咧就喺上半 part 咧做咗一個放紅酒嘅地方。可以好似呢間咁樣，將個空間咧打開晒。Hello，
而家咧就嚟到呢一個項目1樓呢個18000尺多元化嘅園林平台。除咗咧上邊有你個單位啦，呢度咧都仲有額外嘅戶外空間俾你去玩。玩啲乜嘢呢？最興嘅一啲直播啊、帶貨啊。如果你嘅工作咧係一啲工作坊嘅話咧，呢度甚至會有場所咧俾你做一個 workshop。咁而呢一度就算做完嘢都可以落嚟呢度放鬆下、chill 下，享受下呢度嘅環境。咁究竟呢度仲有啲咩設施可以幫到你嘅職業呢？而家同你哋講下先。平時咧，如果你係做網店或者你係做攝影嘅，室內影相影到悶，呢一度咧就會有呢一個戶外嘅空間。落到嚟嘅呢個園林平台咧，天然嘅日光加埋啲綠色嘅背景，係你最正嘅 outdoor studio。即刻咧，你哋嘅影相啊，一啲開場片啊，個質感咧即刻升級2級啊！仲要係咧，唔需要額外去出去租 studio， 呢個費用咧又慳翻好多。有時咧，如果約客咧，可能要去到辦公室上面傾偈咧，就太過拘謹啦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咧，帶佢哋嚟呢個平台嘅休閒區，一路曬住太陽，一路飲杯咖啡。喺呢個地方咧傾偈咧，可能簽約嗰啲都事半功倍，仲可以咧提升一下公司嗰個形象添。如果咧你係教一啲 workshop 啊，整下啲插花啊，甚至乎或者你係 KOL， 需要咧喺呢個咁大嘅場所度，你有啲粉絲見面會，或者你係直播帶貨，呢度會有一個戶外嘅地方，需要去到你去用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就啱晒啦。可以話係咧租場呢度咧係零成本啊！呢度咧仲有多個咧私隱度最高嘅一個地方，呢一個部分咧有得做下健身嘅地方。嗱，頭先咧就睇咗咁多間咁靚裝修嘅單位啦。嗱，你哋可以睇下，而家我哋身處緊嘅呢一間咧，就係發展商交樓標準裏邊嘅清水樓。嗱，雖然咧係清水樓，但係你會見到咧佢個樓底嘅高度啦，或者係窗嘅透光啦，呢度依然都會有嘅。咁無論咧你係想做一個 KOL 嘅 studio 啦，或者個影相攝影㗎啦，或者係好似啱啱嘅皮革嘅咖啡嘅一啲 workshop 咁樣咧，都絕對啱晒嘅。係時候講下租務市場啦。呢塊板咧代表緊啲咩咧？紅色點點嘅咧就係賣咗嘅工作間，而黃色點點咧就係已經出租咗嘅工作間。呢度咧已經出租率咧去到90%㗎啦。咁而如果你係買個單位翻嚟係收租，即係咧一買翻嚟就即刻有埋租客，即刻收租㗎啦。嗱，價錢就吸引啦，而發展商咧都好貼心，喺項目咧安排咗一架7人嘅專車，可以點對點咧送你哋去葵興港鐵站，大概車程咧就5分鐘。咁點對點，落雨又唔使驚。如果你啲時間咧比較緊張嘅話咧，就呢個直情係超級加分啊！嗱，市場絕跡嘅獨立洗手間啦，加上咁震撼嘅減價，加上埋呢堆嘅配套，唔知道吸唔吸引到你？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不妨嚟呢度睇下實地個現場環境係點嘅樣。咁咧價錢單我就 send 咗落去 WhatsApp 社群嗰度噶啦。有興趣嘅話咧入去睇下啦。咁就今次影片去到呢度，多謝你收睇，記住俾 like 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段影片再見，拜拜。